所以我哋好高興咧，請到勞福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阿李敬樂先生嚟同我哋分享下嗰個籌備嘅過程。好啊，多謝晒 Dr. Lee。首先好多謝香港兒科醫學會今日邀請勞福局啦，即係由我 Kevin 做代表咧，向大家講解一下。咁今日咧，我哋個 webinar 個主題咧，就係我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機制嘅法律框架。咁咧，所以咧，我會先講一講咧，我哋香港法例第650章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咧入邊嘅一啲條文嘅內容，同埋我哋政策嘅目標。咁歡迎翻啦，頭先Dr. Patrick 張咧佢講過啦，其實咧我哋嘅條例咧都係源自法律改革委員會咧曾經出過嘅報告書。咁咧呢個條例咧就將會喺下年1月就會實施。我哋咧就旨在咧係及早啦，同埋有效咁樣咧發現同埋介入呢一啲嚴重嘅虐兒個案，咁咧就達到保護兒童咧嘅呢一個政策目標嘅。咁由於咧兒童咧喺學校啊、社福機構啊或者醫療機構咧就會係定期接受一啲必要嘅服務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強制規定呢一啲界別咧嘅某啲指明專業人員咧就係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或者咧係一啲已經發生咗咧嘅嚴重虐兒個案，咁就可以為兒童咧編織一個全面而有效嘅保護網。咁嘅時候，我哋保護兒童咧，政府嘅工作咧係分為上中下游咧3個層面嘅。上游咧，其實我哋就係講嘅一啲家長教育嘅工作啦，或者係支援弱勢家庭咧嘅一啲譬如社會福利署咧所提供嘅服務。咁下游咧就係一啲事後嘅個案跟進啦，可能係一啲嘅檢控嘅工作啦，等一等。咁咧，但係咧去到中游嘅工作咧，其實就係我哋呢一個全新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同埋機制，就係喺咧真係一啲事件發生之前啦，同埋咧喺我哋做好一啲教育工作之後咧，點樣可以及早介入同埋發現呢一啲個案咧，就係我哋最想做到嘅目標嚟嘅。咁去到條例咧嘅一啲主要規定啦，可能有部分咧而家嘅觀眾啦，我哋嘅兒科醫學會嘅同仁咧可能會聽過都唔定，但我相信咧部分觀眾咧可能咧都係對呢啲資訊咧可能都係對佢哋嚟講係全新嘅，咁所以咧我都會要咁樣去講一講啦。咁其實咧各位而家見到呢個 bullet point 咧，其實就已經講晒我哋成條條例咧嘅一啲嘅重點嘅部分，就係啲綠色字啦，就包括邊一啲指明專業人員係強制舉報者咧。邊一啲嘅個案咧，我哋會定義為嚴重嘅虐兒個案。咁咧，同埋咧呢一個條例入邊咧，亦都會定咗係有一個刑事責任啦。如果係冇去到做到嗰個強制舉報，咁又會有啲咩刑罰咧？咁同埋兒童咧，當然咧就係18歲以下嘅人士就係我哋嘅保護對象啦。最後咧就係條例規定咗有一啲嘅責任俾專業人員，咁但係咧亦都會為佢哋咧提供翻一啲咧適當嘅保障。咁其實咧喺而家呢個開場啦，我好想咧代表政府去強調咧，我哋唔係好想去檢控或者去懲罰所謂冇作出舉報啦或者嘅專業人員。我哋其實係希望透過呢一個條例同埋機制咧，係去阻嚇翻一啲潛在嘅施虐者。話俾佢哋聽咧，唔好諗住你哋做嘅壞事啊，你哋虐待兒童嘅行為咧，係冇人會揭穿嘅。反而就係話俾佢聽咧，我哋而家係已經佈下呢個天羅地網。我哋有好多嘅指明專業人員咧，我哋講緊我哋政府做過一個少少嘅數字嘅統計啦，當然未必係最準確。我哋計過喺香港咧，指明專業人員咧，大約有接近10零萬至20萬左右啦，呢一個數字。即係話我哋政府嘅盟友啊，呢一啲全部都係。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達到一個阻嚇嘅作用，而唔係咧去阻嚇我哋自己嘅專業人員，不是，呢啲係我哋嘅朋友嚟嘅。咁頭先講過啦，保護嘅對象就係18歲以下嘅人咧，我哋定義為兒童。咁強制舉報者咧，我啱啱都提過好多次啦。其實咧喺香港咧，我哋呢個條例咧就係講緊有25類嘅指明專業人員。咁就分為3個界別啦。咁我特別講一講數一數醫療衛生界咧，我哋係有18類嘅指明專業人員嘅。咁啊，包括有醫生啦、護士、牙醫、牙齒衛生員、中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醫務化驗師、視光師、放射技師、藥劑師、助產士、脊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同埋教育心理學家。咁舉報範圍啦，
頭先我提過啦，就係嚴重傷害。究竟咩係嚴重傷害咧？其實我哋喺有條例入邊咧係有好清楚列明，有4類嘅類別嘅，分別就係身體虐待啦、心理虐待、性侵犯同埋一啲嚴重咧嘅疏忽照顧。咁喺條例入邊咧都有列明到。咁喺舉報範圍下面咧，當然就喺現實生活我哋了解到咧，有啲情況咧可能係應該係獲得豁免咧，喺條例度都有定明到嘅。譬如話係意外發生嘅嚴重傷害啦，當然就並非因為疏忽照顧而發生啦。我睇住個小朋友佢玩滑梯，點知都唔小心跌咗落嚟，有個骨折咁啦。譬如一個情況，咁當然呢一個係個意外嘅情況咧，係不需要舉報嘅。咁一個兒童自己傷害自己啦，咁呢一個都係豁免嘅另一項。最後咧就係兒童互相之間造成嘅傷害，但係咧必須要係不涉及任何性嘅行為或者作為所造成嘅。咁呢3項咧都係法例下邊嘅豁免情況。咁另外啦，如果咧喺一啲情況下咧，一個主管當局咧已經就住一個嚴重傷害係通知咗某一名嘅專業人員，咁咧佢就不需要咧再次作出一個舉報，因為主管當局咧係已經知道呢個情況啦，或者咧一個已經係舉報過嘅個案啦，當然你第二日又見翻嗰位小朋友，你又唔需要舉報多一次啦。咁又或者咧指明專業人員 A 已經知道咧阿 B 或者阿 C 咧已經佢又作出咗舉報啦，咁當然亦都唔需要重複舉報。咁罰則水平啦，如果有我哋嘅指明專業人員咧，佢係未能夠就呢啲嚴重嘅虐待風險或者嚴重嘅虐兒個案去作出舉報咧，最高嘅刑罰咧就係監禁3個月，以及5萬元嘅罰款。咁咧，我哋條例同時咧會有一啲保障嘅條款啦，去保護翻我哋嘅強制舉報者嘅。咁一陣我都會講一講。如果咧係有人阻止強制舉報者作出舉報啦，或者披露佢哋嘅身份咧，啱啱我講嘅罰則，即係監禁同埋罰款咧，都會係適用於犯咗呢一啲規定嘅人士嘅。咁而免責辯護啦，咁如果咧有一啲真誠合理嘅辯解咧，我哋都容許一名強制舉報者咧係向法庭去申報或者澄清啦，咁就作為一個辯護嘅理由。咁咧或者咧可能有啲情況下咧唔即時作出舉報咧，可能先符合一個兒童嘅最佳利益喎。咁我自己個人舉一個例子啦，譬如可能有個人帶咗個小朋友去睇醫生，原來嗰個人咧就係個施虐者。當時嗰位醫生咧就發現到，咦有一啲嚴重嘅傷害咯，已經發生咗咯。咁但係佢冇理由喺嗰個施虐者面前就去作出一個報案噶嘛，必須要之後先至揾機會去做呢樣嘢，先治療咗個小朋友等等呢一啲嘅情況。咁呢啲合理嘅解釋啦，亦都採取咗一啲正常人會採取嘅合理保護嗰名兒童嘅行為嘅。咁咧都係一啲免責辯護咧，係喺條例下咧係定明可以被接受嘅。咁法律保障啦，頭先都提過啦，任何人咧係不得阻止一個指明專業人員去作出舉報，亦都唔可以咧披露呢一名咧舉報人嘅身份。咁亦都同時咧唔可以咧因為某一名嘅指明專業人員係作出咗舉報咧，就斷定佢係違反咗任何操守啊或者守則等等。咁咧頭先咧我就介紹咗啦，其實我哋成個嘅所謂法律框架同埋機制咧嘅內容。咁咧嚟緊咧，我會希望咧向各位介紹一下，我哋政府咧其實喺今年咧1月就推出咗一個保護兒童運動，就咧係配合翻咧我哋整個條例啦同埋機制嘅生效，亦都希望咧就算係條例喺下年1月生效咗之後咧，我哋係會繼續推動呢一個保護兒童運動 （Child Protection Campaign），就咧會將我哋嘅努力啦同埋同咁多個專業嘅協作咧係延續落去嘅。喺今年1月咧，我哋咧就開展咗我啱啱所講嘅保護兒童運動啦。呢個運動咧係包括咗咧3個階段，而每一個階段咧都包括咗宣傳推廣、教育同埋培訓等等咧嘅一啲嘅行動啦或者活動。第一個階段咧，我哋嘅目標對象咧，其實就係指明專業人員所屬嘅監管認證機構，或者佢哋工作咧入邊嘅機構或者公司咧嘅機構主管。咁目的咧就係希望咧，我哋向呢啲主管發放到一啲適合嘅信息，就等佢哋幫指明專業人員咧締造一個舉報友善嘅環境。而第2個階段咧，我哋嘅目標對象咧就當然就係25類嘅指明專業人員啦，確保咧佢哋了解晒條例嘅法律框架啦、要求啦，同埋咧將來實際作出舉報嘅一啲需要知道嘅知識、流程、渠道等等嘅資訊，去方便咧佢哋作出咧佢哋必須要做嘅舉報。
最後第3個階段啦，就係一般嘅市民大眾，特別咧我哋希望咧向家長同埋照顧者咧發放一啲好清晰嘅信息。咁我哋實際做嘅行動啦，就會喺社區、學校、家庭層面去加深咧市民大眾咧了解呢個機制嘅政策目標，同埋個機制咧係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子女或者其他小朋友咧。同時咧，亦都係除咗推動呢個機制啦，亦都係推動整體對保護兒童嘅意識嘅。保護兒童啟動禮咧就係我哋今年1月頭炮嘅活動，咁咧就由政務司司長咧喺佢本人嘅官邸咧主持咗一個啟動禮，亦都咧係就住條例生效咧開始咗啱啱好365日嘅倒數。咁當日咧有3個界別專業團體嘅代表啦，兒童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啦，相關機構嘅持份者或者我剛才所講嘅主管，亦都有相關嘅立法會議員、政策局同埋部門嘅代表咧等等係出席咗嘅。當日咧，我哋舉辦咗咧一個我哋叫做誓師儀式，其實咧就係25類指明專業嘅代表啦，同埋所有在場參與嘅人士咧，大家都承諾我哋咧一定會咧互相攜手咧去保護兒童嘅。咁同時啦，為咗咧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要締造一個咧舉報友善嘅環境咧，政府其實一早咧已經要求咗20個相關嘅專業監管或者認證機構咧，去確認一下究竟佢哋內部嘅實務守則啦或者指引啦，是否符合新法例嘅規定。講得清楚啲咧，就係話會唔會入邊有一啲條文啊，係可能一啲老舊嘅條文嚟㗎啦，已經不合時宜，係會咧引致阻礙到強制舉報者去作出一個舉報嘅咧。咁我哋好高興咧，其實我而家個 bullet point 就寫住話有19個機構啦，其實20個機構咧，即係全部咧都已經確認咗咧係冇一啲咁嘅情況，或者即使係有一啲小嘅修訂咧，其實即將喺今年第3季之前，即係9月前咧，都會係做好晒嘅。咁而就教育界方面咧，教育局都會喺今年9月前咧發布一啲新嘅指引、守則同埋通告，俾學校嘅教職員啦，佢哋去遵守翻同埋了解翻。咁而另外啦，就住機構嘅主管咧，其實政府喺今年頭2季咧，我哋已經舉辦咗11場講座，係面向咗超過3200名嘅機構主管。咁大家可以想象下，一個機構有幾十至100人。咁嘅時候，我哋有3000幾名嘅主管咧，再發放落去咧，係已經接觸到幾萬至到10幾20萬人。咁我哋覺得呢個情況都係非常之鼓舞嘅。電子學習課程咧，就係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社會福利署推出嘅一個保護兒童網上課程。可能有部分觀眾啦，包括我自己咧，其實都已經上咗呢一個課程㗎啦。咁其實咧，除咗呢個平台咧，除咗有課程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咧保護兒童嘅重要知識咧，一啲資源庫喺上邊。咁所以咧，各位咧，如果有興趣嘅咧，就可以上去。其實登記做會員咧，唔需要特別認證嘅，只要用個 email account 就可以開到個戶口。咁各位咧可以嘗試下喺上邊揾一啲你哋需要嘅資料啦，或者甚至咧係上咗呢個課程咧，咁就會有個電子證書咧係頒發翻俾各位。咁而涵蓋咧同法例相關嘅一啲法律同埋實際舉報事項嘅電子學習課程嘅第2個單元咧，就即將會喺今年7月由社會福利署咧去推出，咁大家咧都敬請留意。咁咧去到咧強制舉報者指南啦，其實咧就係政府啦同埋幾個專業咧嘅一啲專業嘅代表啦，我哋去製作咧嘅一個guidelines 啊，一本我哋叫做咧 Mandated Reporters Guide。咁咧就係由2024年開始咧，政府同3個界別咧成立咗專業顧問團。咁咧政府同埋顧問團啦，就制定咗一啲咧舉報決策嘅流程圖，我哋叫 Decision Tree。一啲輔助分析嘅框架啦，有啲 framework， 同埋咧有啲 scenario 啊個案情景，就希望咧係可以咧用呢本指南協助到強制舉報者咧，佢喺做一個決定之前，如果佢有任何唔肯定啊或者疑問嘅地方咧，可以用一個指南咧就去幫助到佢做呢個決定。咁咧政府咧將會喺今年7月咧就正式發布咧呢一份嘅指南，協助強制舉報者及早識別啦、舉報啦同埋介入虐兒個案。而政府咧唔同嘅部門啦，唔止係社會福利署嘅，包括教育局啊，亦都包括係醫務衛生局啦，都會就指南咧為咁多位專業人士咧舉辦咧充足嘅簡介會啊，同埋咧亦都會發布呢一啲materials 啦，俾各位咧去做參考嘅。好啦，仲有少少其他嘅配套措施啦，我都想講一講嘅，就係政府咧喺
其他嘅方面咧都有做一啲配套，譬如話我哋預計咧機制生效之後啦，可能咧就會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喎，就住呢個舉報數字。咁咧所以咧喺緊急安置方面咧，社署咧係已經開始咗咧增加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嘅名額。咁咧其中一所咧喺屯門區新增設嘅，其實已經喺今年3月咧開始啟用。另一所咧喺觀塘區嘅留宿幼兒中心咧，亦都已經籌備緊，都會喺今年咧就投入服務。即係話喺條例生效前咧，我哋咧係可以增加到96個名額。咁點樣去理解96個名額咧？就係因為啲兒童會出出入入啦，佢唔會一年都住足晒喺度嘅。我哋咧係可以服務到咧差唔多380位嘅兒童。咁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嘅。咁剛才Dr. 張都提過啦，其實近年嘅施政報告咧，我哋嘅特首咧都有特登擺好多嘅着眼點咧喺保護兒童方面。咁而提供緊急住宿照顧服務咧，都係其中一個施政報告嘅一個承諾嚟嘅。咁而我哋都好高興咧，呢個承諾咧，我哋係已經實踐到。咁咧另外專業支援方面啦，政府由今年3月開始咧，係資助咗一啲非政府機構啦，即係 NGOs 啦，成立咗6支嘅保護兒童支援服務隊。咁咧其實係由咧我哋唔同界別嘅專業人士組成嘅，社工啦、心理學家啦、護士啦，仲有一啲嘅支援人員，就係咧為一啲有危機或者有需要嘅家庭咧，提供聚焦嘅介入同埋專業支援服務。咁好多謝晒咁多位。我哋保護兒童，人人有責，多謝晒，我哋一齊攜手繼續做好佢。